啊。钱呐，3年长工，2匹白布，5两纹银。哎呦，多着！只要2匹白布，5两纹银。哎呦，太多着，少一点，不多，少一点，不多。哎，姐姐叫买个长工干去。我看着，哎，就要他吧。啊，弟弟就要他吧。哦，好，走吧。哦，哎，跟我走。哎。6姐，4姐，七妹，3姐，2姐，七妹，5姐，七妹，大姐，你们快来呀！快来！5姐，这么大声音，若被父王听见，2姐，今日父王大宴宾客，没有时间管我们活不成机，出宫游玩一会儿。出宫游玩？是啊，大姐。像这样闷坐宫中，年年月月，年年，岂不要闷死人呐？是啊，真是闷死人了。哎，大姐，你就带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。大姐，好，玩一会儿，只能玩一会儿啊。大姐，不要怕，一切有我担待呢。哎，大姐，你说我们到哪里去玩？那自然是天池了。又是天池。那里有鲜鱼，不好玩。鲜宴，不好玩。哎，还有鲜花、鲜草呢。大姐，那里不好玩。不好玩？哎，大姐，你不是说过天河好玩吗？天河好玩。哎，那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天河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。大姐，我们去不得的。二姐，他们相会与我们何妨？是。哎，站在桥头，人间景色便可一目了然了。是啊，大姐，不了然吧？你们去玩吧，我在家看守门户。大姐，你都去玩吧。我才不和你们年纪轻轻一道玩呢。大姐。人说神仙不会老，天不会也要。大姐呀，你是阳春3月花正好，我姐妹真要闹，我姐妹真要闹。这张小嘴就像涂了蜜一样。好吧，我只带你去，不带他们去哦。哟，你们看大姐
姐喜欢听风筝花呢。是啊，风筝花哪个不会说啊？是啊，哪个不会讲？哪个会讲？哪个会讲？是啊。他的长得好，比我们更妖娆，有年轻，有美貌，今日看来真是他老来俏，老来俏。你们这些死老来俏，好，就带你们去。大姐，
天色不早，我们快回宫吧。对，我们快回宫去吧。再玩一会儿吧。快走吧，二姐，走。二姐。叹息，四姐，你看那一汉子，老实忠厚，满面泪痕，甚是可怜。他叫董永，家道贫寒，老父亡故，没有管目，万般无奈，只得卖身葬父，心中悲伤，过而啼哭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姐，今日游玩之事不可胜仗，我们快回宫去吧。走吧。七妹，不
七妹，大姐，刚才在鹊桥游玩，丢失了一样东西。在鹊桥丢失东西，就该到鹊桥去找啊！你为何要往南天门而来呢？七妹，这是去凡间的路啊！七妹，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只看到人间的花红柳绿，可晓得那里还有血雨腥风。多谢大姐提醒，小妹我小心便是。且慢。大姐。大姐，这把白扇乃仙家之宝啊！这把白扇带在身边，能帮你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啊！多谢大姐。你要记住，千万不可失落啊！失落了宝扇，你就再也回不了天庭了。我啊，真巴不得一辈子都做凡人。胡说！大姐，我小心便是了。真拿你没有办法。这里有难享良知，危难之中将它点起，我与众位姐姐自会下凡救你的。多谢大姐。大姐好心肠，怎么和山雨难下？此别大桥门进去，但愿他夫妻恩爱，日月长。耶，这道奇了！土地，一年2季，2月初2，8月初1呀。今儿不是2月初2，又不是8月初1，怎么有人叫我啊？哎呦，坏着，七仙女下凡来着。
公。小生迎接来迟，还望仙姑恕罪。罢了。啊，仙姑，今日你怎么一人到此？仙姑今日下凡，可有玉帝的圣旨？休要啰嗦。是，小生遵命就是。公公，你看。你想送他金银财宝？不是。送他无故留洋？不是。送他一座庄园？哎呀，公公，也不是。哎呦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可就把小生弄糊涂喽。哎呦，我想以他结为夫妻。啊，只怕玉帝知道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殃。公公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公公。寒梅人noi往前走，行程中推尘中一步一落，蓦然间从街上花带落，到底是人有贫富命有何他拉你用眼来看我，我哪有心肠看家我？爹爹在世对我说过，男女交谈是非多，大路走小路，又只见他站那里，似有话说，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。穷苦人哪有理，功夫多。大姐，你三番两次阻拦于我，是何道理？咦，大哥，自古道大路通天，过走过遍，难道说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吗？大姐，是我错怪了你，请你行个方便，让我过去。大哥，请。请。大姐，你怎么断了我一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不讲理。怎么？我不讲理？
大哥，你见被报国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你照料我一帮，我都不来怪你，你还怪我，是不是你不讲理呀？大姐，是我错怪了你。大哥，知错就好。大姐，请你再行个方便，让我过去。你，哎呀，这可明明是你撞了我呀！不管你撞我也好，我撞你也罢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怎么，我怎么不想过去？那，你家住哪里？姓氏名谁？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大姐，你，大姐呀！天涯沦落滩皮呀。
天不早了，我还要赶路。耽误了大哥的行程，我这厢有礼。还礼了。大哥，你肩背包裹，手拿雨伞，慢说是1里，就是10里8里，也是算不得的。你，大姐，这厢有礼。哎，大姐，你怎么将我的雨伞拿去？大哥，这包裹雨伞明明是我的。是我的。哎呀，是我的。是我的。我的，是我。是。你这汉子好生无礼，在这荒郊野外与人家女子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你刚来了一个不讲理的，现在又来了一个不讲理的。老汉还是专门替人家讲理的嘞。讲理就好。公公，我刚才将包裹雨伞放下，与他行礼，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。这么说你有道理。我有多大的理呀？你有路都那么大的理。理大理小，总是我有理。老汉与你去评理啊，有劳公公。我看是哪个丫头在这里撒野？公公。公公。哎呀，不好哦，他们认识，亲伴亲，邻伴邻。我的包裹雨伞要不回来了。大姐，那一汉子说你蛮横无理，还说你是女骗子嘞。哎呀，公公，你且要听他一面之词。那一汉子，他与我姻缘早的。前3天他打我门前经过，与我同行，不料走到头中，他本身抛别之意，还将我的包裹雨伞硬抢去了。于是说来是你有理了。公公，我的理。芝麻那么大的理。哎呀，我的理太小了。西瓜那么大的理。既是我的理大，公公，那你要替我做主。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要。你不要哭啊！哎呀，公公，休要管我，快去劝他。哎呀，快去呀！好，我去。公公，你与他认识，我另找旁人说理。不管你找哪个，总要说你呀。你二人婚姻早定，岂能从中反悔？公公说姻缘早定，有何凭证呢？你二人订婚，何物为凭，何物为证呐？有凭有证。有凭有证。有何凭证呢？你将包裹雨伞与我为凭，我将北山与你为证。我何曾见过你的北山呐？北山？在他的颈项后面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有凭有证呐。有凭有证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我来问你，是公活还是私修？公活怎说？公活，半字来活，
送到有司衙门打你40大板，还要判你拐带良家妇女之罪，代价受监。这是休呢？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也就这样马马虎虎的死休了吧？我看呐，还是死休的好啊！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换教以外，无有指婚为媒之人呐。你看老汉这么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指得婚呐？指得的，指得的。那媒人呢？一刻不妨二主，公公，媒人也请你老人家。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主婚就不能为媒。就依你言，这媒人么？你看，就以还艺术为媒，怎样？他乃是哑木头，怎能为媒？做得媒的，做不得的；做得的，做不得，做不得。大公，我若叫他开口讲话，你便怎样？你若叫他开口，你我就结为夫妻。他要是不开口呢？那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此话当真？就无戏言。公公，你问他可愿叫上3声？好，可愿上前叫他3声？慢说3声，就是30声、300声，我也愿叫。那就请大哥上前呼唤。去。还艺术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请他将包裹雨伞给我。包裹雨伞吧。那，包裹拿去。我的雨伞。你再去叫第2声呐。对呀，去叫第2声呐。还艺术啊，还艺术！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你可听见？只有罪人，你可要叫他说话呀！公公，火雨伞都给了他，他要是逃走，那我就找你啊！那雨伞拿去啊！你还想跑啊？还有1声，快去叫来！还艺术啊，还艺术！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。我已叫了你3声，你再不开口，我可要走了。你开口啊，你讲话呀，这下你可就怪不得我了啊！欢迎开口吧。
说是3天也有成全意，这千字良缘我执意，千字良缘我执意啊！虽说是天子良缘我执意，终身大死非儿戏，大就待我去好，你何故要做我穷汉妻？我山姆偏挖这身体，小曾土里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动手机。上无偏挖不怪你，下无曾图我自己情愿的，我二人患难之中撑不起，任凭是海枯石烂，我一片真情永不移。来来来，你二人快快在天地。为树下好福气。多谢公公。公公，连杯喜酒都未能喝上，真是对不起。等到来年分贵子，一同扶我酒3杯啊！公公，公公啊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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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爹，我是帮你沉银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，就站远一点。你接着做么事啊？还不是在绣楼上绣花？你告诉他，绣得好绣不好都是他的嫁妆，我可没有银子给他买嫁妆啊！哎呦，爹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他呢？嗯，哎，爹，给点银子吧。哎，爹，你说，爹，去，去。关毛，爹，给点银子去。今天是东云上供的日子，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进来？去，把他跟我找来。哎呦，爹，东云是个老实人，他不敢不来，你何必叫我跑一趟呢？去，耽误的功夫，叫他连夜补上就是了。哎呀，快去啊！爹，叫我去啊？爹，给点钱。什么？做读本。去，哎呦，太少着。去嘛！守财奴，有朝一日你两眼一闭，一箱箱的银子还不都是老子我的啊？懂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娘子，你在此守候，带我进去禀报一声。哎，是你啊？见过公子。我爹爹说了，你上宫来迟，先罚你挑水，后劈柴，是，把你耽误的功夫补回来。哎，可听到的？还不快去？这，公子，我门外还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的包裹雨伞。哎呦，去！哎，懂了。
进得府去，可曾说为妻与你一同来了？哎呀，我却忘了。那你再去说来。哎，报过给我。二次进府，你可不要忘了啊。哎。哎，还不快去跳水？我门外还有一个。还有啊？还有我的雨伞。哎呦，你这个人真啰嗦，还不快去拿来？哎。懂了。娘子，雨伞给我。二次进府说了没有？说什么？哎，说为妻与你一同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卖身之上写的是我孤身一人，如今夫妻同来，叫我如何开口？你就说为妻是捡来的。哎呀，人是能捡得到的吗？你呀，胆子也太小了。喏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娘子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观音娘娘来着，观音娘娘来着，观音娘娘来着。娘子啊，娘子啊，娘子，你公子，她是我的妻子。爹爹，都用拐骗一个娘子来着。冬云啊，这个小娘子从何来呀？这，懂了，你说啊。哎，她实实在在是我的妻子。可恼！满身之上写的平无父无母已孤身，莫非乡亲将我骗？我不敢。快快对我说真情，这员外，东郎与我姻缘早定，家平安一日两日拖到底，乾坤地，他身边枕边水平平，郎归约我1千里，来成亲。你们晚婚不有真人呐？说不出来就是假，外带人口最费劲。懂了，你不妨对他直说了。没人是那老槐树连麦公公，就是知婚人。岂有此理！哎，弟弟，董永不是个孝子，他是个拐子。关宝啊，将他二人送官就办。是。啊，娘子，懂了，我怕。他要打官司，正好，命我同去见官，打完官司，再回来上供。哎，
不能送他们酒馆呢。要不我家2匹白布5两纹银，岂不白白的掉到水里去了？哎，爹爹，你要是将董永送官，哪个替你挑水看柴哟？哎，对。站住！怎么，不打官司了？董允留在这里做事，娘子送走。啊！啊，娘子，员外，我与董郎乃是恩爱夫妻，有福同喜，有祸同悲。他在你家做长工，我岂能袖手不管？是，爹爹，就将他留下来吧。爹爹，你要是将他留下来，一天要白请你3顿饭呢，你舍得吗？你有什么能耐呀？我会防煞之步。好，既会防煞之步，我要你一夜之间替我织成10匹锦绢。爹爹，娘子，你还是回娘家去吧。员外，一夜之间怎能织成10匹锦绢？就是神仙也是织不成的。织不成？3年长工，再加3年。再加3年，你要我做6年长工，娘子。员外，我若织得成呢？你若如期完成，3年长工就改为8日。此话当真？堂堂员外，岂有戏言？空口无凭，谁人信你？我与你立下文约。好。娘子，他的事不要你管了。你们忘了，织不成3年长工，改为6年。你也不要忘了，若织得成3年长工，就改为8日。你们忘了，织不成3年长工，改为6年。你也不要忘了，若织得成3年长工，就改为8日。娘子，你看这些破东西。董云呢？董云呢？哦，那我爹爹叫你明日5谷天亮交出10匹锦绢。哼！娘子。
你夸下海口，闯了大祸，叫我木头丝乱糟糟，石皮金卷怎样叫？是我冬雨将你害，连累两子受惊扰，劝你快逃求之命，努练的长功我自己熬。哪个要你自己熬？海口是我垮的，祸是我闯的，我岂能一走了之？你，莫非真有这个本领不成？有本领没本领，就看几页啦。哦，我来办理离死。董员呐，我得叫你劈柴去。这，来着。懂了，啊你去吧。娘子，你看，快点上！哎，去吧。啊，快去吧。娘子，你受苦了。哎，哎，董郎，董郎，啊，来，带上，小心，不要伤了手脚啊。哎，去吧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公子请上，受董永一拜。董员呐，啊，平白无故的带我做么子啊？我家娘子年幼无知，冒出狂言，这视皮锦绢是一辈子也治不成的，求公子。哦，想叫我去找我爹爹求求情呐、哎，他的事我不管喽。公子，哎，公子，哎，公子，你就好歹替我想个主意吧。主意嘛，大公子我早就替你想好着，啊，可是你拿什么来谢我呢？啊，这，董云呐，你的娘子长得不错，能不能让我你，嘿。难怪不老心烦恼，他怎知我是提线女子下云霄？要凡事那些怎么样见吧？与其难就快把兰香来烧，兰香来烧。兰是你呀，需要我们前去抢救，我们快走吧。好，好。诸位姐姐，师妹，诸位姐姐，大姐，师妹，你好，你好了，师妹，哎呀，快进来，快来，好，进来吧。这什么？别管了，这是直播机。快来，好玩的，你看吧。快来，大姐，青梅你好，来，还好。
柴啊，七婚之夜他都不来陪你。是啊，怎么不陪你啊？怎么不陪你啊？什么不陪你啊？七妹，有何为难之事啊？众位姐姐，这家员外侍奉很多，要我一夜之间织成10匹锦绢啊！10匹，不然就要将董永3年长工改为6年啊！这家员外实在是太恶毒了。是啊，七妹，不必担心，这是小事情嘛。你我姐妹人多手快，3梭2梭也就织成了。是啊，七妹，你就放心吧。你放心吧，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七妹，多谢众位姐姐，快拿丝来。喏，大姐，你看，尽是些无头乱丝，哪能织得成呢？大姐，你看看，这家员外也太狠毒了。七妹，你们夫妻以后要加倍小心才是啊。是啊，七妹。哎呀，大姐，这无头乱丝哪能织成锦绢呢？何不请动天丝？对，大姐，请动天丝。是的，说的是。带我请动天丝。好了，大姐请动天丝了。也是坏的啊！老东西故意刁难七妹的。七妹，白裳可在？啊，在这里。喏。太美了！好了，你看好看，这家一定能织得成。天丝、金锁都已齐备了。妹妹们，我们快动起手来！手来了，快来！妹妹啊，几根啊？我打头根。头根什么胶啊？寒虫胶。那就将寒虫织入锦绢。一根一边正好面，正好面。一根寒虫交一根边，寒虫我的锅，你的那个胶，我的那个底，交到你的上心，交到你的空心，上心空心，一根上心。要我女儿什么是胶，什么是胶？老妈妈睡觉，谁做的啰嗦，谁做的啰嗦？一根寒虫交了一根面。妹妹啊，几根吧？2根了。2根什么胶啊？2根蛤蟆胶，那就叫蛤蟆织锦绢。平等木桥上边，2个织成几匹绢，身在开板金殿帘，门北反锁举不拦。3根过后4根到，日出天明就在眨眼间，恨不能流入心情万度月。莫提人长眠。大姐，给我打4根了。4根什么胶啊？4根半
问的情债何日还？少啊？二妹，是不是快去量？快去量！二姐，你快去量！好，好。看看到底多少？多少？2、3、4。二姐，多少啊？二姐，一共多少？10匹，还多36寸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多余的36寸啊，就给妹婿，做件背搭子穿吧。啊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，给妹婿做背搭子。慢着，慢着，大姐。我看呐，还是等七妹添了小宝宝，做件花袄子穿吧。哎，对，大姐，这算是我们姨娘送的礼物，岂不更好？大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就是做花袄子穿吧。哎，七妹，做件花袄子穿吧。哎呀，多好看呐，真好看。天要亮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该回宫去了。回宫去了，就是我们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七妹。多谢众位姐姐，七妹，以后你自己要多照顾自己，是啊，你要多保重啊，七妹多多保重，你要当心。哎呀，七妹，天色不早，我们快回宫吧。啊，快吧，二姐，七妹，我们走了，七妹，我们要走了，七妹，大姐，七妹。你要多保重，七妹，大姐也要当心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东郎，娘子，东郎，娘子，东郎，你气坏了吧？你还不快跑！但是叫不出警卷，6年长工4孝，娘子你还要受皮肉之苦啊！你快跑吧！东郎，你来啊，快来呀！一见金銮色心，娘子果然有才能。知蝴蝶成双对，只鸳鸯不离分。娘子手一巧，娘子手一紧，我为你是织女情。你岂不是织女心？名字传个手一紧，我还不相信。今朝端之辰，送给员外好书生。东郎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快
坐下吧。哎，娘子，我们歇息片刻吧。啊。哎呀，我好累呀。啊，娘子，你就靠在我身上睡吧。啊。懂了。啊。你也累了。哎。员外，员外，员外，你看，你看吧，我们全都治好了。娘子，董郎，董永，你这10匹锦绢一定是偷盗来的。员外，分明是我家娘子一夜辛苦，一索一索织出来的，怎说是偷盗而来？董永，我来问你，你有几个娘子？一个娘子。一个娘子，她有几双手啊？一双手啊。照啊！一个娘子，一双手，一夜之间怎能织成10匹锦绢？哼，分明是偷盗来的。你，娘子。员外，你说这10匹锦绢是偷盗来的，请问谁是施主啊？谁是真人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？你分明不敢将3年长工改为8日，就来诬赖我们。董郎，我们交卷。员外，这下你可知道我家娘子不会驳斥你家茶饭了吧？好，好，就算是你家娘子所知。广宝，把这锦绢送上绣楼，叫你姐姐点数如下。董郎。天真的丈夫。
死了！哎呀，真好看。哎，是爹爹给我做嫁妆的吧？哎，毛东，哎呀，这是爹爹给我的真好看。这是董永良自织的，爹爹叫你啊，替我收好，一共10匹啊！哦，是董永良自织的，这是真好看。弟弟，给我1匹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哦！爹爹叫你替我收好，一共10匹，收收。收就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，不对，怎么只有9匹呀？啊？哎，我刚才点着，明明是10匹嘛。不信你搜搜嘛。 1、2、3、 3、2、1。1、2、7、3。 6、5、4、3。哎呦，你以为我们是手啊？想打我的马虎眼？哎，过去，过去。哎呦，你过去嘛，我自己好好守着。守着就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，果真少1匹嘛。好弟弟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不对呀、这个房间里有鬼。鬼在哪里呀？鬼就在你床上。你们大家来看呐！我这边本子很大哦，当着我的面就把1匹金镯藏在了床上。你有臭嘴！今天到了婆家，还不是当着我姐夫面脱汗上床啊！我就是胡说，我就是胡说，哎呦！
你满无人不肯言。如今你吃尽千般苦，娘子啊，你叫我东云西望啊！东郎，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。出头了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爹爹，你哪忘记了？3年长工，改为本日。哎，我自有办法。东郎，啊，后天我们就完工了。后天，忙工你算算看。啊，明天，后天，哎，我们到傅家上工也才98天呢。还有来一天，去一天呢。还是娘子想得周到。东郎，啊，你看，这是为妻给你做的新衣服，后天回家时穿上。来试试看。来穿上。乡里们见了啊，就会说如今董永啊，到底是有妻子的人了。多谢娘子。来，还不错。哎，没见娘子量过我的尺寸，确实刚好合身呐。你的尺寸还要量啊？这娘子啊，娘子，你正好。懂了。啊，我们来此已有3个月了，这庄前庄后的好朋友，时常照顾我们。明天理应去告辞一声。娘子说的有理，明日你我一同前去。娘子，只可惜娘子无有计划。这一山不一不归程，娘子的脸像那天边月，东郎你就是月点心，星星围着月亮转，星星穿月跟你，娘子独参与酒，郎是春风吹彩云，娘子说话银铃响，郎是上古总会意，天边月月边换来。懂了。哎，快。员外冬云，不到田里收割庄稼，到此作甚？我们明日忙工，今日要向庄户好友告别一声，特来禀告员外。什么？3年长工还没做到3个月，怎么说完工了呢？咦，员外，难道
你忘了一夜之间织成诗皮锦卷之事么？3年长工改为本日，是你亲口所说，定的文约上面还有你的手模指印呢。就算100天，1、2、3、9、10，还有2天呢。来一天去一天呢？来一天去一天怎能算的？皇历上的日子，百姓们的功夫怎能不算？好，算就算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莫用我的时间告别什么长工好友啊。东云，你到北湖山给我看一株黄杨木回来。啊！东勇哎，来帮我抬抬弦子哟！东勇，姐姐，你叫不到他喽。为什么？他呀，到北湖山去了。什么？哎，上北湖山是哪个叫去的呀？是我和我爹爹呀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啊！你们这不是明明想害死董永，霸占他的良子？你们的心真狠的！你滚！哎呀，到哪去？我去把董永找回来。回来！你回来！你这不顾廉耻的东西！关宝，哎，快点把我抓回来！是的。土地哪里？公公，相公又有何事啊？董永被逼往北湖山看黄杨木去了，你快去救他。相公放心，小臣去也。啊！多谢兄救命之恩，多谢兄，多谢兄。兄，兄。
姐，我来着。小娘子，你，你来嘛？啊，小娘子，你来嘛？啊，来哦！哎呦，看得起人的你，本是东家娘子大美人，为何眨眼之间变了样啊？成了姐姐不赛金，成了姐姐不赛金那么样。原来眼睛有毛病，一帮大子把嘴亲。爷，怎么是你？好啊，你这畜生竟调戏姐姐来了！你，我非告诉爹爹不可。姐姐。文宝，可再敢做事调戏你姐姐了？害我再也不敢喽。可再敢做我了？哎呦，不敢喽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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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吧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是狗子把我两条腿给勾住了呢。哎呦，关宝，爹爹，东云去北湖上回来没有啊？影子也没有看到啊。一定是给老虎吃掉了。好，我到机房去安慰他那小娘子。爹爹，孩儿替你代劳啊。不，爹爹，你去吧。老色鬼。小娘子，既然东永遭到不幸，你就不必过于悲伤嘛。看在东永与我做工的份上，
我愿意将你留下，不凑齐不凑船啊！要是烦闷的话，你就你就到我赛金女儿那里玩耍玩耍。员外，哎，你就不怕伯伯的养活我吗？不怕不怕，哎，只要你跟我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啊，东郎，娘子，小娘子，既然董永遭到不幸，你就不必过于悲伤嘛。看在董永与我做工的份上，我愿意将你留下，不凑齐不凑船啊！要是烦闷的话，你就你就到我赛金女儿那里玩耍玩耍。员外，哎，你就不怕伯伯的养活我吗？不怕不怕，哎，只要你跟我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啊，东郎，娘子，娘子，员外，员外，哦，你们都来了。员外，我们满供了。哎，什么满供不满供啊？你们夫妻俩就住在我家吗？关宝，哎，与关宝、赛金兄弟姐妹相称，可好啊？员外，我们高攀不上。东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慢！你这个娘子来路不明，我要告到官府，问你个拐骗之罪，你要坐牢。慢说，我的娘子不是拐骗而来，就是拐骗而来，也是你的罪大。何以见得？我和娘子上宫，住在谁家？住在我家。替谁置个锦卷？替我置个锦卷。对呀，既然住在你家，替你置个锦卷，你单凑为何不高啊？这个，这卧藏拐骗之罪，又该如何发落啊？东云呐，你也会讲话了嘛？啊，东郎，我与娘子成婚，有凭有证，你若告到官府，到那时媒人上场，证人上堂，大老爷问你个诬告之罪，不罚你1000，也要罚你800。你。哎，爹爹，你往日不是狠得很吗？今天怎么搞的上？打！关宝，快给我拿棍子打！打！打！看看谁打！好，打呀！打！快打！快打！打呀！快打！打哟！关宝！爹爹！爹爹，你看啊！不杀！爹爹，就是这把扇子在西要做官耶！岂能容他？东郎，
我们走吧。哎呦，爹爹！东郎，快，大嫂，啊，这是银子，你们两个留着，弄上做盘场吧。这不，拿着吧，拿着，快拿着，你们快走吧，走吧。多谢了。娘子，你看啊，娘子，我们在这里休息片刻吧。你坐吧。娘子，快点坐吧。啊。坐下吧。你也休息一会儿吧。看你啊，没什么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娘子，没有什么。东郎啊，看
看你。来，脱下来，带围棋与你缝补缝补啊。娘子为我做的新衣服，却被背后上的树枝划破了。娘子回家再缝不迟啊。若让响铃看见，岂不让人取笑啊？哎，冬拉。哦，娘子，你要洗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带我谢天谢地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娘子，你在此稍后，前面有一相识人家，我去要些瓜果与你解渴。冬拉。冬拉，看你。娘子，我去就来啊。爹爹，我把他扇子偷来的。拿来。不给，拿来。不给嘛？拿来。我的，我不给嘛？拿来吧。老财迷。我要你给我扇出一座金山来。扇子。西姑，你竟敢偷盗宝上，你教诲！请你听了，与你之命，4下万，用心大怒，你不是三个反悔真理，我的有。惊鸿一声惊雷震。
是妻女救男人。起故听了，玉帝儿子传旨，命你速速返回天庭。休要啰嗦，我是绝不会回去的。娘子，刚才好大的风，你受尽了吧？哎，微臣，你因何流泪呀？是风吹的。哎，有道是迎风泪点把点，伤心泪泪满脸。娘子，不必伤心落泪，从今往后啊，我们再也不受富家的气了。娘子，这是庄户好友送的红枣，喏，还礼，拿着吃吧。啊，枣梨，夫妻分离。哎，这叫做早生贵子，永不分离。早生贵子，永不分离。东郎啊，东郎，你我二人成婚，多亏淮阴树为媒。今日大此经过，理当拜上几拜才是。哎，或许娘子吩咐，方才我已经拜过。为妻身怀有孕，不能下拜，你替我拜上几拜。哎，
娘子，我已拜过，你我走吧。哎，懂了。你我在这世界上，再大做一时吧。好。娘子，你看，这世界一层高一层低。真是为妻上天的梯子啊！娘子说得好，我们离开傅家，转回寒窑，就像这等云梯步步高升，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！喏，懂了。为妻有样东西要送你。送我？懂了啊，这面镜子你留下放在床前。娘子的花容月貌，真是她照着梳妆啊！你留下吧。你拿去吧。留下吧。还是你留下吧。你你。哎呀，就这一面镜，他过了。有对鸳鸯。哎，看见了。哎呀，那一鸳鸯真不游戏，好似面带悲伤呢。那只雌鸳鸯，他与雄鸳鸯乃是一对恩爱夫妻。今日他要抛别雄鸳鸯上天，故而他伤心落泪。那雄鸳鸯为何不与他一同上天呢？那雌鸳鸯乃是一只仙鸟，故而他能够上天。那雄鸳鸯乃是一只凡鸟，你叫他怎能上天？我却不信。待我叫来。雌鸳鸯，雌鸳鸯，你既要上天，
为何不展翅高飞？我也叫那熊鸳鸯上天。哎，你飞呀！懂了。熊鸳鸯，你与此鸳鸯既是恩爱夫妻，理当双宿双飞。如今此鸳鸯上天，你何不随他而去？你飞呀！你飞呀！等我赶他上天。娘子，我为何赶他不走啊？懂了。为妻乃是仙女，故而能叫仙鸟上天。我父乃是凡人，你叫他怎能上天？你是仙女？为妻不是仙女，一夜之间怎能织成10匹锦绢？懂了。娘子既是仙女，为何今日如此伤心呢？东郎啊，为妻乃是玉帝许下7仙女子，是我私自下凡与你结为夫妻，不料父王得知道，大命我无事丧客，放回天宫。娘子，我是真情。岂是戏言？从空降下无情剑，斩断夫妻俩过一遍。说什么不是凡人情实现，请我成婚就不敢上天。玉帝之命我不听，我要去找知婚为媒之人。懂了，你可知他是哪个？过路了哈。不，他乃是本方徒弟。我要去找他。懂了，懂了。生来土地生当初你是知红人，今日他要上天吃你为何犯先生你？他乃下界小生，一遭惩罚，还有何为可惜呢？娘子，我要去找美人。懂了，不，懂了。华银树啊，华银树，当初成婚是你开口为媒，如今玉帝命娘子上天，求你与我主持公道。懂了，你是叫他不应的。娘子，我记得成婚之事是印在第3世，待我再教。懂了。华银树，你开口讲话，开口讲话。
开口讲话。他乃是家母头。怎么？他是杨木头？压木头来压木头，便叫三声不开口。晨昏知你为美真，今问我老红梅
必反悔天庭。如不然，定将东原碎尸万段。东郎，快醒醒！快醒醒呐！娘子，东郎，我的白山呢？白山。东郎，白山在哪里呀？定在那水池旁边。